继续来看总统赖清德，为着要来强化着台湾防卫的韧性，昨是亲身来主持着会议。经过4点钟的讨论，最后来裁示，目标是要培训着40万的民力。明年3月要来举行1届以上的地方小规模的演练，要采用无剧本的模式。 2台 F-16V 起飞，汉光40岁演习采无剧本的模式。即马总统赖清德亲身裁示，为了强化全社会防卫实力，拟定阶段性目标，要进行汉光的战斗演练。在今年12月的第2次会议进行桌上兵推，明年3月的第3次会议将举行1次以上的地方小规模演练，明年6月的第4次会议将会衔接 汉光演习进行前导演练，务必要走向地方进行无剧本、小规模的各项演练。未来在哪里演练，我们就到那个县市去。依照内政部的清点，3亿座关键基础设施，包括机场、铁路、重要港口等等交通建设，总统府、行政院等重要的政府机关，还有中央银行、医学中心、甲护国新山的所在地、高科技园区，会就人力训练、加入地方民力等等，提高防护量能，纳入无剧本的演习。替代役调分的工数为本来1天，现行是3天，明年将增加为5天。 那有关替代役的训练要延长，变成说是属于这个比较专业训练的部分呢，比较着重的地方也是分成是属于这个灾害防救或者是这个治安维护这2组，譬如说无人机的训练都会放在我们的替代役的训练项目里面。要打造更强韧的台湾，积极应对挑战，也加深台湾跟国际社会的合作。 全面的国防为日常做起，落实到地方举办兵推演练，持续强化台湾的防卫韧性。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